點解咧？依家廣州咧咁多土產嘅呢個粵語區小朋友咧唔識講粵語嘅，佢話就話有陣時話識聽唔識講啊！你同佢講咧，佢又蒙查查嘅喎。呢一個咧可能同廣東人本身包容嘅隨和集體共性有關嘅。嗱，2001年開始咧，學校就已經推行課堂禁方言呢個規定啊，冇辦法啦。幼兒園、中小學全部都要普通話，咁啊粵語被排除喺正規課堂之外㗎啦。因為啲小朋友喺課堂上面經常講普通話，翻到屋企佢自然就係講普通話㗎啦。咁你家長為咗遷就佢，唯有講普通話咯。仲有就係外來人口稀釋咗本地嘅語言環境啊！廣州市嘅常住人口當中，非本地戶籍喺2023年已經去到58%啦。你出街一半係講普通話嘅，你講廣州話，你先係外地人啊！最無奈嘅原因咧就係本地媒體唔爭氣，冇錯，嗰啲咩廣州台啊、台啊嗰啲啊，我哋細個嗰陣時睇 TVB 啊，人哋啲粵語配音又做得好啦，睇人哋嘅電視劇啦、新聞啦，咬文嚼字又嚴謹喎。而家啲電視新聞咧，假字煙嘅又有口音嘅又有，講錯別字嘅又有。啲審片領導係外地人嚟㗎嘛，所謂外行人咧就教內行人，佢識條鐵咩？錯咗都聽唔出啦。仲有其他綜藝啊、電視劇啊嗰啲就唔好提啦。你想人哋支持你，你都要有啲嘢攞得出手，俾人有個好印象㗎。有電視台印象好深刻㗎，四大天王嘛，你有冇聽過啊？嘟嘟嘟補心茶，白內障、青光眼，用嘟嘟嘟嘟嘟嘟嘟。